赢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嘛多，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走，落去天堂。 该去路径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扎细细的希望，爱航通，关注世界错也很错，不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 里的是 cheerleader 啦啦队员的意思。有创意，我喜欢。反正你身手那么好，不参加很可惜耶。而且，谢子毅，不想上课请你出去，不要影响其他同学。那我们找教练的工作就交给吞吞喽。我们鼓掌通过。 人头摆真经个竞技啦啦队员哦，学长看唔出来呢。你听讲啦，听讲买呐。迄个董跳夫讲，很见哦，那种爱着个教练呐。董跳夫的乜人啊？这冯友谊咩？你通会讲法无啊？你做嘛唔去个问啊？啊？你用啥做欣赏？按你较好讲啦。 纯叔，去讲啦！经验问，来到时代下，你很爱买喏。哈？各位先生，教育部啊，你下提倡一校一特色，调查理念，我非常认同。过去这种特殊个想法啊，过时嘞，故说话。 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哦，老先生讨论一下，你光复中学啊，怎样去做？刘老师，我们学校的那个篮球队已经很有进步，小有成绩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多支持他们。张老师，我也觉得这样比较省事。 因为有好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他精益求精。张老师啊，我第一你的意思啦，不过吼，像我吼，从小我的运动就唔好啦，睇了张题吼，我迄个以后嘅管理者，我意思係講吼，導演就應該本身人哋多啲嘅機會啊，冇聽錯，學校制度哦，還有當到像我一樣嘅人啊。 高總，排勢，嚟插一下話。按照有學生嘅申請去成立競技啦啦隊社團，不過都經網友指頭先生，故所有嘅社團未冇算係正式成立。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係咪本大家有一個討論嘅方向？排勢啊，高總，各位先生，我想要建議，我哋係咪做啲像馮先生？ 来做竞技啦啦队指头先生。高总，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是目前备课和教课的状况，对我一个新手老师来说，已经有点没办法负荷。故说像年龄矮，没办法加压给谁。唔怕啦，冯先生，我看过你头摆啊表演嘅竞技啦啦队嘅影片，已经当厉害呢。
压枪一个沙团哦，我没问题啦。好。哇，方老师，你会竞技啦啦队哦，很酷哎。方老师啊，我哋哦，我一早新的线上兼做案头的事情哦，实在是顺利啦。不过能者多劳嘛，啊。高总，其实还有其他很较好的教练，组得抢几条来啊？上摆下个拜唔要第五杯，抢一只教练来咩？假使哦，我挨过一摆老生意的交本，乃无上心的人哦，挨哦一只沙团，来感应无爱啊。方老师啊，请你哦，不领到生意的一只机会啦，啊。各班穿打确实赢到一个队伍，跟中央舞的班级左右有个标旗，后面穿体育服的班级麻烦切齐一下，切齐后面。各位同学，大家早！啊，今天在这么风和日丽的这个早晨呢，看到各位同学这么精神饱满来参加朝会，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那在这里呢，校长有几句话跟各位同学来共勉之。有人说啊，年轻就是本钱，年轻有梦最美。可是呢，这个梦想的果实是甜还是苦？就要靠各位同学在往后这么多年当中呢，一定要努力的、踏实的去实现。係先啊，因為我看你睇影片直播哟，動力可以不說但是讀書也並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教育部呢，在提倡德智體群美。喺公營飛司裡，從喺邊度揾世界運行？除了讀書以叫做外，五四其他方面也要均衡的發展。那在這裡呢，我跟各位同學來分享一個小故事。在校長還是當學生的時候啊，冇安尼好嘅啦，硬人喎，兩個人強我帶競技啦隊。我的體育經常都在及格邊緣。係講你冇嫌嘅，體育不好，常會太麻煩咗。你不是好學生，也不是沒有用的人。所以在多年之後，經過我的努力，然後我的這個踏實的這個一步一腳印。準備好的話就可以開始了。加油！妹子加油！加油！ Something i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你看你最礼拜一，再笑换你啦！出去啦，一直笑一直笑。换你啦！出去啊！谢以德，加油！下来了啦！在笑我啊！
哎呀，笑吗？加油！企鹅里的 Go， 企鹅里的 Go， 迎向挑战，绽放光彩。We are the winner！ 我起不来，救我！好丢脸哦！唔怕啦，踢败没？好，再多练几次就好了。好。结束了吗？还有我。不要讲了。把这个发下去给他们。我还什么臭架子啊？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真的可以吗？廷宇重返竞技啦啦队，你有乜啲？洞桥台风无边咩？传奇。来，哎，连青米干么酒都不想跟我喝。卖个青米瓜。从今天起，你要给演给酒。出来，宴黑青米干当然要有特别的下酒菜。来，这是我特地托朋友带回来卤味，尝尝看。鸭海高粱的，不要被那小鬼看扁了。想当年，你一个跳步就可以跨过3个大男生呢。如果再这样悠演悠久，你的顶俺青岛发懂你。好，我们不说从前，那说现在。你们学校体育场地有足够的防护措施吗？我今天看新闻，然后就说外行忙大兵，你莫按你层层上走的么？不准提来，不准啰嗦，希望娘事就搬出去。这场地位啦！你讲的冇错，也
是我爱作伴，哈可累啦。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扎细细的希望。哦，要不锁门？我觉得我锁。考试你也不行，管钥匙也不行，只会吃，只会吃啊！那么胖。你看吧，我就说我锁。哎，你干嘛？这是新的社团规章，里面写得很清楚，每天的基本练习是100次折返跑，100下伏地挺身。每天早上7点，体育馆集合，准备晨练。练习迟到，100下伏地挺身。所有运动都必须铺上运动防护垫，没有我在场，禁止练习所有动作。学业成绩未达及格标准者，违反纪律在外生事打架者，一律退社。这是我们成立的社团，不是你的，所以社门关还是你的哦。你们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不能适应的人离开；二，把我换掉。罢免他啦 ，K， 我赞成。我可能没办法达到这些条件，我看我还是退社好了。我觉得这些规章虽然有点严苛，可是我想老师应该是为了大家好。我赞成吞吞的想法，我们不要那么快下决定嘛。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一定做得到的。请问，我可以参加你们的社团吗？好，把课本翻到第39页。我们上回讲到这边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前面有很多东西，这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儿童体能游戏教具的设计与制作。通常设计跟制作这些教具呢，分很多种。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有这3种。第一种，大肌肉；第二种，小肌肉；第3种，感官。今天要讲的这3种呢，我们先从大肌肉来讲。大肌肉的部分啊，通常都是以现有的教具为主，像是前面大家看到的大龙球、呼啦圈，还有游乐器材。而小肌肉的部分呢，通常我们可以制作一些铜腕，像是沙包啊、竹蜻蜓啊，还有拼图。要不是你妈告诉我你在这，我还真的不敢相信你会跑来教书。不过这里的感觉啊，真的蛮好的，连空气都比台北的干净。你们不必特地跑这一趟啊。我们只是觉得一定要亲手把喜饼交给你。我们没别的意思。
只是也想找个理由，看看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很好啊。哎，要放学了，我去收东西，等下请你们吃饭。不用了，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去送喜饼。我先去开车。佑仪，真的很对不起，当年我们做那样的事情伤害你。你不用一直说对不起，我真的没事了。那我们还是朋友吗？当然呢，一辈子的朋友。结婚的时候记得通知我，红包和祝福都不会少。快去送喜饼吧。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嗯。拜拜。会好生的。他还两三万年了。到个两煞，一个是很爱亲好嘅朋友，一个很爱前男友。歹势啊，无想爱讲，这毋是讲无相关啦。俺这阵嘛事情就无发生。你变嘞，咁要拿转意思？但三嫂喺太后同好，被勇士，没都会竞技啦啦队嘅一份子。然后郑群伫太医就恐吓咧，不过三无发现，也应求万米，本机动态的压力。很恐怖哎！我上次去差点看到鬼嘞。对啊，那里啊，那里啊，上面有僵尸哎。伫后台，还看到一条漂亮的勇的。其中老外讲，伊伫漂亮身后，前面男人的人物。好啦好啦。B B。给你练习嘅时间，眼镜兄弟眼本男朋友、老好朋友恐吓出卖咧，因为无专心，眼本嘴又跌下来，就你眼镜面条线。迄个眼目分心，迄个眼做得更较细腻条的。那件事情就唔会发生了。你知冇？比本给用3年出卖，也知道喊卡通嘅迄，发现自家竟然系个痴死，一个冇办法本人相信嘅人。故说我张冇信心。你唔想过再接触竞技啦啦队？不要你带这去死了。冯县长，什么上心爱，很难有讲了的事情。我相信，
俺相信。你看，接到的啊，怎么？绝对是一个做得上心的人。歹势啦，也唔晓讲好谈话，强做的用亚种轻功的方法来本地。我想我人讲，我真正相信你。我弟，你们唔管给到10年的梦想，因为你弟是梦想的感觉。姑嫂，你是一个又坚强又做老骗人天书的好先生。要去同人，我来起来。什么？你讲的梦错，也是不爱做过。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在猥琐，轻轻声一在细细的希望。大家快点过来签名啊！今天一定要办免哥在东挑夫啦。不准你叫老师什么东挑夫。本来是东挑夫啊，冷得要死，活像个僵尸哎。老师他是好人，你根本不了解他。哦，是啊。全体队员集合。K 啊，今天大家吃错药。川哥，你干嘛突然那么认真啊？这样我很不习惯。对啊，怎么突然摆出大人的样子啊？好，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喜欢被当成小孩子来看。既然这样子的话，就请你们拿出大人的样子来，把事情做好。队长，带大家开始暖身。好，暖身啊！围圈啊，围圈啊！快了，站好，站好。兰总，过去行起来这边做嘛？我一周太甲穷哈州啊，我站在那边白老师架子命令学生的。来，开始。来啊！1、2、3、4，大声了！5、6、7、8、9、10，换手。1、2、3、4、5、6、7、8、9、10。你干嘛？很臭哎！下次带件衣服来换好不好？有这么臭吗？不会啦，我觉得还好。对嘛，你看人家都说还好了。屁呀，真的还好。超臭！你在干嘛啦？哦，小人他很恶心啊！走开啦！走开！小人他们在干嘛？走开！好了，走开！兰总，不要弄我！哎呀，你在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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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死了！
劲到咧。蔡先生，汉子谁？走较前调的。脱衫。脱衫？做嘛脱衫？你上嘞？这个来做好。我着头摆练习题，但是就安尼，唔是上太多。哈？比赛？呀，社团咱成立天天呢，你就唔拉嚟去比赛啦？哎，基勇士向提出申请去成立一个社团的呢，呀，人唔拉，我要想办法寻到人啊！啊，多参加到一种活动，对人社团没有好处啦。再个讲，一摆比赛还有打点，唔做点拿一个成绩去申请繁星计划题嘛？加油啦！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欢迎加入啦啦队社团哦！同学，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同学，欢迎加入切尔里德！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哦，同学！同学，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同学，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哦！同学，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哦！同学，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里面女生都是辣妹。那我们现在甄选吧，或许可以认识里面的女生哦。好，走。哇塞，那女生都超瘦的。对啊，他们有在运动啊。哎，不然我们也加入啊，可以顺便减肥。好啊，超酷的，运动哦。哎，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海报上的妹，都超正的。靠，我们他们啦啦队有那么正的女生，你们去看看。走。看。欢迎加入竞技啦啦队社团哦！林博宇，我们竞技啦啦队在做队员甄选，希望你可以参加。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可以来跟我拿报名表。
人来啊？出去看一下。公务人来。 Care， 你把那鬼东西放在门口，谁会敢进来啊？吓跑了啦！哦，一般不是什么鬼东西啦。你还敢变？他是我的好朋友啦，还得用道理讲啊！好了啦。哎，你们是在这里甄选啦啦队员吗？是啊，对啊，对啊。填采访表，看一下啊。加入啦啦队真的很好玩，像这个报名表啊，你只要填是你的姓名、学号、电话，就可以加入我们社团喽。这是不是很复杂？去旁边教你们怎么填好不好？走，我们去旁边填，走。哎，有人来嘞！哎，欢迎！这是我们啦啦队的规章，你们先看一下。这是我们老师特别为大家写的规章，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我们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加入好了。随便你们，不能遵守老师的规章，我们啦啦队也不欢迎。哎呦，来嘛，啦啦队真的很好玩哦，加入我们就对了，不会后悔的。这边加入我们嘛，不要犹豫了，真的很好玩。好像都没有什么厉害的人呢，都没有帅哥啦，就没有美女啦。哎，呀，你干啥？你干嘛一直跟着我？跟你一起打扫啊。因为跟你一起打扫的小帅请假，我是卫生股长，所以我要帮他。哎，你不要误会哦，我不是因为要你进啦啦队才帮你的哦。这么爱扫，自己去扫。三档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轻轻声一在细细的希望。可以借我看一下吗？不行。如果愿望讲出来的话，就不会实现了。迷信。
要走了吗？嗯。我问你哦，你都怎么克服上场前的紧张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从来不会紧张。真好，马上就要比赛了，虽然很期待，可是还是很紧张哎。这是你第一次比赛嘛，习惯就好了。哎，你放心啦，你一定可以的。走吧。你可以给我啦啦队的入社申请表吗？好啊好啊好。欢迎加入谢尔里的。校是真应该吃银杏哎，每次都叫直升帮他找忘记拿的东西。你又怎么啦？哦，我跟你说，辅导建设政府饭呢，还经过感化院，你说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啦？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我要决定继续喜欢他，还放弃离开啊！哦，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啦？哦哟，到底该怎么办了？所以这件事先不要跟别人说吧。谁又不能说吗？你都听见了。你绝对不能说出去哦！你干嘛？我要替党王报仇啊！你在讲什么？这因为为了他的人生，我自己跟你没有关系啊！来，谢老师，能麻烦您跟我们谈一下你跟那些啦啦队的小朋友相处的状况，以及说你可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些什么？哦，教师讲哦，若迄做新人了后，咱开始后我一定会做一个新人，可能要动到你妈爱啊，不过也正经的啊。有第二世界其实，我也唔知我一定会交给到新人的啊，我出体较大些，吼，伫个东西较大，
其实我老学生的一种差不多啦。错啦，作为教学乡长，也唔要好谈法啦。我真经对遐个新年的生活好多动作东西啊，充满个爱勇敢，吼，爱去面对，还有嗰个。七个差不多唔记得咧，17、18岁，吼，该用时的想法，该用时的想法，可能会懂幼稚啦，不过真正懂长春，懂热血，安尼。像你之前对于这一块完全不了解，那你要怎么样去教这些小朋友训练他？刚开始我要强啊。不过当然我就想，应该冇问题啊。新年的敢，我用唔敢咯。我就遵照我7家老新年的，大家强下学啊。可能专业的部分我冇法度去教啦。不过我做咧肯定家头、批定家头，做咧照顾家头。然后另一方面，我7家我去学习这个专业的部分，我当然自己要先去学习啦。完全啦，我知道。完全较重要，完全先顾好大家的安全，专业的部分我自己再去充实。安利。啦啦队最重视的就是纪律和团结，社团规章写得很清楚，只要打架，一律退社。屯屯，你再挑一个你喜欢的吧，我送你。谢谢你今天来陪我买糖糖的生日礼物。不要忘记方怡说的，我们是个团队，注意团队精神啊。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ardcore. Let's go. 两个爱追起他的，另一个开始 sunset， 是我书包啥都有 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 爱慕咪 say 爱慕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动不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亲爱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最后迄个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波。半个一个 word， 声声滴滴，听到滴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爽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嘞，排泄係愛需要快體嘞，愛最鬧 Monday， 唔錯嘅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輕鬆，不用慢一點，到唔了 Thursday， 最後嘅 Friday，Saturday， get it Sunday come on， 親愛 Sunday。Hardcore 嘞，我小愛 Hardcore 嘞，最後係倆Hardcore。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波。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嘞，有冇喊忙 Hardcore 嘞，我小爱 Hardcore， 差不多嘞啦。哎，各位朋友大家好哈，我是罗时峰啊，我相信梦想哦，是同多朋友一生中的好朋友。所以，因有好的梦想，大家才有嗰种动力，去进步，去发展。像安尼也不是标记的立德，基本当作后生人，为到家嘅梦想，去努力的一部片。相信所有观众朋友，你睇看到一部片，一定会有同道的嗰种心情，我本想到同道嗰种事情，人讲有梦最美啊。逐梦最真啊！希望大家把你美好的梦想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极限，让你的梦想都能够成真，祝福各位。